我想見到一位君王，建立一座城市，讓有殘障同冇殘障嘅人可以一齊行同一條路，並且以最慢嘅步伐作為眾人嘅標準。我想見到一位君王，開啟一種文化，唔係以某一個人嘅名字為榮耀，而係以眾人嘅喜樂成為榮耀。我想見到一位君王，建立一個世界，使忠誠嘅汗水得到尊重，連隱藏嘅勞苦都被紀念。我想見到一位君王，設立一種秩序，使財富唔會積聚停滯，而係流動不息，誠實唔會帶來損失。我想見到一位君王，以同一個標準審判高位同低位嘅人，並珍視如孩童一般嘅心。我想見到一位君王，使知識唔會累積成驕傲，而係轉化為智慧同服侍。我想見到一位君王，使科技唔會支配人類，而係服侍人嘅尊嚴，使言語唔成為刀劍，而係成為醫治。我想見到一位君王，唔因恐懼而囤積武器，而係以公義除去戰爭嘅根源。我想見到一位君王，使家庭唔停留喺傷害之中，而係喺愛裏建立秩序，使敬拜唔停留喺形式，而係從心嘅忠心獻上。我想見到一位君王，擦去冤屈嘅眼淚同嘆息，使荊棘同弱肉強食消失，並將萬物帶回原本嘅位置。我想見到一位君王，超越死亡，以復活帶來生命，並將今日連接於永恆之中而得以成全。我想見到一位君王，無論人墮落得幾深，只要回轉都願意接納，並藉十字架同時建立憐憫與公義。我哋等候呢一種統治，